啊，这可以摘了吗？呀，做得什么？做的太地都熟的。哦，说可以，就大部分都熟了嘛，对不对？种果树当然期待收获，邓万峰今年最开心的丰收，却不光是柚子，而是儿子。后来儿子过来了，他怪我就给他种。国中时期进入叛逆期的邓声文，染上毒瘾还贩毒，进出监狱好多次，亲友都认定他无可救药。而长期受儿子折磨的父亲，怀抱一线希望，给了他300棵树苗，以1年可以有80万的收入利诱他。如果是说以前，我根本就不屑去做这种事啊。那现在呢，自己种下去的柚子，那些苗你会去关心它，会去浇水，会去抓虫，会那时候该要去种一个地方，我们会心里头会挂着，你随时会去看。采访这天，台风逼近，苗栗有风有雨，邓声文还是照常在田里做该做的事，也慢慢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路。那时候过着痛苦像鬼的日子。那时候现在回想以前真的想到会怕。伊听烧才知影讲，风听烧价值一对位，风讨也艰苦一对位，所以伊即嘛是互大家听烧。有了信心，天分也顺势展现出来。邓声文在收成的文旦上涂鸦嫦娥、财神、卡通人物，还有7个小矮人等等，意外画出商机。彩绘文旦透过网络被注意，一颗柚子可以卖到200块以上。他想为院里交圃的柚子建立品牌，更让原本不看好他的人完全改观。如果变成艺术品，不要再放在桌子底下那可以多民间的有靠自己让人看得起，邓声文现在有爱他的人环绕在身旁，有决心拼柚子事业，拼新的人生。要做得怎么？做得海底都熟的，要做得怎么？做得海底都熟的。